樓盤嘅推售咧，可以講話近在眉睫。我哋今日咧率先咧就介紹兩個示範單位嘅。其中一個單位咧就係兩房單位，咁佢係參考咧一座10樓 J 嘅一個無改動嘅一個示範單位嚟建造嘅。咁呢個單位咧，我哋係用一個可持續跨代設計嘅理念咧去打造呢個單位嘅。呢個單位如果大家頭先有留意咧，其實佢走廊咧係比一般嘅單位係闊啲嘅。咁另外咧個門框咧，亦都係特別係比一般嘅門係大嘅。咁點解咧？因為未來咧，如果個客人需要想做大少少個門咧，其實可以將側身嗰塊板咧，去拆咗佢之後，就改換一個大嘅門咧，咁就可以係放寬嗰個門嗰個闊度嘅。細節方面咧，我哋都做咗兩樣嘅特別嘅安排嘅。喺個地板方面咧，我哋特別做咗咧一個加強咗防滑嘅一個地磚。變咗喺 safety 方面咧可以做得更好。咁至於咧亦都有個夜燈嘅，大家睇到喺走廊嘅位置咧，咁變咗有個 sensor。如果夜晚如果行出即係個住戶出入房間咧，係佢會 sense 到嘅話咧，佢就會係着燈。咁另外就淋浴間咧，我哋都好細心咧做咗一個扶手，一個好美觀嘅扶手。我哋喺大門嘅側邊啦，亦都有一列好高嘅儲物櫃。咁儲物櫃你見個空間都十足嘅。